一個70歲先至叫苦盡甘來，靠煮餸紅遍全香港嘅老人家，去到81歲，喺一個最新嘅獨家專訪入面，親口講出咗佢呢一刻最驚嘅一件事，唔係病，亦都唔係死，我仲有幾多錢？而家環境又唔好，你不斷有出無入，負債唔妥，就真係好憂慮。萬一我有一日真係行唔到，諗唔到，可以點算？唔通真係要拿把刀去行乞？各位，一個生平煮過超過400道菜，賣年糕賣到10600隻，紅到條街邊個都識佢嘅鼎爺李家鼎，晚年最驚嘅，竟然係自己要拿把菜刀出街乞食，而逼到佢喺鏡頭面前講出呢句說話嘅，唔係佢嘅仇人，正正係佢自己一手養大嘅親生仔。佢忍無可忍，索性公開咗一段又一段嘅錄音，控訴自己咁多年來被大仔當做一部人肉自動櫃員機。大仔連佢一筆200萬港元嘅定期存款，幾時到期，幾時可以動用，都計到清清楚楚。喺錄音入面，大仔李永漢仲直接用呢筆200萬去質問佢，話你有200萬，點解俾唔到我？之後仲攞住九龍塘層組屋嘅屋契嚟恐嚇佢，話屋契喺我手，我抌咗去銀行，你吹得我張。到最後，呢位一生講求重情重義，座右銘係寧教天下人負我，莫教我負天下人嘅鐵漢，做了一個狠心到要列明清楚邊年邊月邊日邊個時辰嘅決定。佢喺鏡頭面前一字一句咁宣布，連幾點幾分都記住。各位，一個做老豆嘅要傷到幾入肉，心死到咩程度，先至會親手同自己嘅親生骨肉劃清界線？各位食花生嘅朋友，歡迎返嚟。今日同大家拆解一個一生咩都唔同人計較嘅老人家，係點樣俾自己最愛嘅屋企人一步一步逼到行上呢條絕路。不過講之前，有一句話我要擺喺前頭，接落嚟嘅所有指控，全部都係鼎爺喺訪問入面親口講嘅版本。大仔嗰邊認唔認同，有冇另一個講法？等陣間我一樣會原原本本擺出嚟。你可能會問，鼎爺平時個人咁惡，咁有性格，點解會任由個仔屈足10年，一句聲都唔出？答案同佢嘅死穴有關。佢呢個人太過重情，太過重義，心腸太軟。呢份情有幾深，要由佢生命入面一個好重要嘅女人講起，就係佢嘅前妻，資深演員施明。鼎爺一直叫佢做阿寶。佢哋當年喺片場相識，由一對歡喜冤家做起。喺未拍拖嘅時候，有個人言語上輕薄施明，鼎爺已經當施明係自己人淡去保護，幫佢出頭。之後佢哋喺1977年結婚，過咗17年之後離婚。鼎爺一直都話呢次離婚係佢一生入面最失敗嘅事。當年佢仲追到去美國寫情詩，跪低求復合，但都係功虧一簣。即係話呢個男人一旦認定咗一個人，就會不計成本咁付出到最盡。佢自己喺訪問入面都親口承認，呢個情字就係成件事嘅鎖匙。因為鼎爺自己解釋過，點解佢任由個仔屈足咁多年，就係因為前妻施明嘅晚年，基本上係由大仔李永漢一手掌控。為了等施明可以安安樂樂咁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，佢情願家醜不外傳，自己啞忍，任由個仔予取予求。換句話說，施明喺度嘅一日，鼎爺就硬食忍一刻。直到近年施明走咗，呢條最後嘅韁繩一鬆，鼎爺條心壓抑咗足足10年嘅委屈，先至一次過爆發出嚟。佢喺訪問入面慨嘆咗一句，大家聽落都覺得心酸。佢話點解自己會養出一個咁嘅仔？睇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覺得鼎爺是一個心軟、俾自己人恰嘅爛好人，咁你就真係睇小咗佢。因為佢呢個人本身就是由一個又一個嘅反差組成，而你越了解佢以前係個點樣嘅人，你就會越明白被親生仔淡樣對待，對佢嚟講是有幾咁諷刺，有幾咁痛心。大半個香港識得佢都係由阿爺廚房呢個節目開始，一個粗聲粗氣但煮餸好犀利嘅鼎爺。但你估唔到呢個功夫佬骨子裏其實是個正正經經嘅西關大少。
佢喺1944年喺廣州荔灣西關出世，祖輩做過明朝大官，阿爸係廣州大地主，仲經營酒樓、銀號，係嶺南大學嘅校董。佢自細就食盡山珍海味，寫得一手靚書法，識背千字文。去到咁上下年紀，喺呢次風波入面，佢都即席吟咗一首七言絕句俾記者，話居安思危常在心，莫待無花恨已遲。一個被好多人當成粗人嘅老人家，肚入面居然咁有墨水，但係命運偏偏唔放過佢。佢8歲嗰年，內地搞土地改革，做地主嘅李家一夜之間要逃難落嚟香港，由廣州一間2000尺嘅大宅搬到去何文田一間得幾十尺嘅沙磚屋，由天堂跌落地下，嗰份西關大少嘅傲氣，佢一世都冇放低過。但由嗰一日開始，佢就要靠自己一雙手撐起成個家。18歲嗰年，佢入行做龍虎武師。當時國泰同邵氏電影公司都睇中佢，想叫佢做男主角，但係佢冇選擇到。點解？因為做武師雖然辛苦危險，但係人工高一截。為了養家，佢寧願去捱去搏命，都唔做嗰個表面風光嘅男主角。各位，你開始見到了，為了國家去犧牲自己呢樣嘢，係佢由新國做到老嘅習慣。而佢一生本事入面最把炮嘅其實係馬術。佢20歲出頭賺到錢，就揾師傅正式學騎術，前後後參加過200幾個國際大賽，仲攞過不少冠軍。佢當年仲有一個花名叫狂熱史提夫，呢個名點樣嚟？當時有一場比賽，落狗屎咁大雨，個欄高到連睇都睇唔清，全場嘅選手都棄權，得佢一個照衝照跳，贏咗一班香港代表同埋教練。班外籍對手一見到佢上場，就知道呢次大鑊。佢自己講起都好有氣魄，話明明可以奪冠，點解唔去爭最後嗰一口氣，去贏過第1名？但係就是咁好勝嘅一個人，偏偏放棄咗自己嘅奧運夢。佢話買一隻好嘅馬要成千幾萬，又冇人贊助。就算佢自己有呢筆錢，佢都寧願拿嚟養家開飯。仲有更心酸嘅事，去到佢50幾歲嘅時候，電視台嘅底薪低到連開飯都唔夠。呢個一代硬漢要走去夜場做兼職教人騎馬，靠汗水捱過人生嘅寒冬。佢呢身本事唔止教過人，仲救過人命。據佢憶述，有一次汪明荃要坐上一架由馬牽引着嘅木頭車，佢一眼就看穿嗰隻馬情緒唔太妥，斷言話阿姐絕對唔可以上車。結果嗰隻馬真係受驚，衝咗落山坡，成架車碎晒，幸好人就冇事。又有一次鄭少秋上馬都未坐穩，個馬夫就放手，隻馬發癲狂奔，頂爺即刻跳上另一隻馬貼住去追，帶住秋官化解危機。所以汪明荃都說過一句話，頂哥唔在場，佢就唔拍。去到70歲，佢終於迎嚟人生第2春。當年電視台高層陳麗珍知佢廚藝了得，力排眾議免佢試鏡，直截了當等佢主持阿爺廚房。結果一炮而紅，5輯節目入面，佢親手煮咗超過400道菜，賣年糕仲賣出10600隻。之後開食肆、出食譜、接廣告，連頂爺私房菜都做到人均消費880元，長期爆滿。由當年的反派專業戶變成全港嘅阿爺，但係紅咗之後，佢都看盡人情冷暖。跟紅頂白呢4個字，佢晨早看通看透。而佢一生最大嘅憾事，唔係自己受咗幾多委屈，而是一件佢話呢輩子都彌補唔到嘅心事。佢有一個老友，因為心臟病急需6萬元做手術，但係當時仲未走紅嘅佢，根本沒有能力幫手，眼白白看着老友過身。佢每次提起呢件事，就開始眼濕濕。佢話到而家都有個心事，呢輩子都完成唔到，就是如果阿爺廚房早1年推出，因為佢已經紅咗，賺到錢，佢個朋友就唔會走。佢就係爭6萬元，佢心臟病，我幫佢唔到。我嗰時企喺度，
自己兩個人工加埋都冇咁多，佢又唔係同我借，佢話我邊有咁多錢？如果係而家，我賺到錢，行，我先俾你，你休養完先還。各位，你從呢件事就可以睇到，重情重義喺李家鼎身上是去到一個咩咁高嘅程度。佢嘅遺憾從來唔係自己有冇得益，而是恨自己當時無能為力。你睇到啦，呢個男人對朋友、對老婆、對屋企，做人由頭到尾都是情義行先，不計成本地付出到最盡。但係各位，最殘忍嘅故事，往往就是由呢度開始。佢呢一份情，呢一份義，到頭來竟然變成了自己人拿嚟刺傷佢嘅一把利刀。導火線就是喺前妻施明離世之後開始。施明一走，鼎爺嗰對今年46歲嘅孿生仔，大仔李永漢同埋細仔李永豪，就由本身嘅不和急轉直下，演變成一場家變風波。而一向硬淨嘅鼎爺，本身已經因為慢性腸胃炎兼貧血暴瘦，跌到得返120磅，仲一度要入院輸血。再加上面對前妻離世嘅打擊，佢一度神隱了接近1個月。之後佢再次現身，唔再只是用錄音去暗示，而是直接接受一連串嘅獨家專訪，將積壓了多年嘅恩怨一次過爆發出嚟。先講最震撼嗰件事，就是一筆200萬港元嘅定期存款。鼎爺話，大仔咁多年嚟對佢嘅財政狀況了如指掌，連呢筆200萬幾時到期，幾時可以動用，都計得一清二楚。據佢所講，大仔一次又一次逼佢拿錢去供保險、找信用卡數，逼到一個點，連拿着一間九龍塘組屋嘅房契去威脅老豆嘅說話都講得出。各位你想想，一個做仔嘅攞住自己親生老豆層樓嘅屋契去要挾老豆俾錢，鼎爺一句就說穿了呢10年，自己俾人當成一部人肉自動櫃員機。接着鼎爺最新爆出幾單嘢，大家聽到都會把幾火。一個四肢健全嘅中年人，點解要靠一個80幾歲嘅老豆去養？第一單是信用卡，鼎爺話大辛苦卡尼教佢利用信用卡循環套現，佢自己根本就唔識呢啲嘢，是對方喺隔籬一字一句教佢點樣打電話去銀行。用佢自己嘅話來講，就是一邊教佢一邊借，結果佢人生第一次借錢，借咗10萬元出嚟，1蚊都冇落過自己袋，全部俾晒個仔。第二單是一隻名錶，鼎爺話自己有一隻舊老闆送嘅，戴咗好多年嘅紀念版勞力士。個仔喺度嘈口嘈面，話想要隻錶，佢一氣之下，除落嚟就一嘢掟俾佢，話俾咗你啦，唔好再嘈。點知過咗無奈，個仔仲追問隻錶嘅出世紙同埋錶盒，話要有埋呢啲嘢先至可以賣得貴啲。佢返到屋企揾嚟揾去都揾唔到，最後索性連問都費事問。第三單是開支開單，佢話整間屋嘅開支、工人姐姐嘅人工、孫仔嘅學費、校巴、補習，連個孫放學買100幾十元嘅零食，樣樣都入佢賬目。鼎爺話自己而家一見到大仔就會頭暈，會產生恐懼，驚佢又嚟伸手攞錢。一個81歲嘅老人家講出嗰份憂慮，聽落真係令人心酸。但係講到呢度，你以為最傷嘅是錢？唔係，錢只不過是呢個故事嘅前菜。真正將鼎爺條心狠狠刺穿嗰幾刀，全部都是關於施明嘅死。我一刀一刀同大家拆解。第一刀，臨終前嘅9個月，佢連見一面都見唔到。鼎爺嘅說法是，施明離世之前嘅9個月，大仔行使所謂嘅監護權，一直阻撓佢同埋細仔去探病。其實被大仔限制住嘅唔止鼎爺一個。據鼎爺講，施明本身都很怕大仔嘅暴躁脾氣，想去飲茶，想用電話聯絡外界，後來都變得好困難。當年施明原本想出席細仔李永豪嘅婚禮，都俾大仔一句你去我就打你嚇到唔敢去。你想想嗰種折磨，你最愛嘅女人喺生命最後嘅9個月，你明明想見佢，想陪佢，想照顧佢，但係你連病房門都摸唔到。
佢谷埋一肚氣，事後將呢件事向傳媒講咗出嚟。點知佢一講，大新婦立即打電話上嚟鬧佢。各位聽清楚，佢只不過是將自己見唔到前妻呢個事實講咗出嚟，換返嚟嘅是一句你害死我哋。一個80幾歲嘅老人家，連喊句冤枉都唔俾。第二刀，思明走咗，大仔瞞咗足足10日先至話俾佢知。呢一刀才是最狠毒。思明過身，頂爺竟然要喺10日之後先至收到消息。最衰嘅是，大仔最初仲呃佢，話媽媽只是走了2日。最令人發指嘅一刻，仲喺後面。頂爺大爆，就在大仔同佢講阿寶走咗之前嗰一晚，大仔兩公婆仲一直用照顧思明，要搵醫藥費做藉口，向佢伸手攞錢。錢一到手，隔咗一陣，先至同佢講話媽媽其實晨早已經走咗。大仔還說，頂爺氣得跳起，話如果唔係攞媽媽做理由，我又點會俾錢佢？用一個已經走咗嘅人做最後嗰個賺錢嘅工具。各位你話呢一招係咪人做得出嘅事？佢憶述聽到死訊嗰一刻，成個鐵漢當場散晒。一個在馬背上贏盡所有高手，面對狂風暴雨都唔眨一眨眼嘅人，講到呢度，只是不停重複話自己冇用，自己冇用。第三刀，由靈堂到今日，佢連同阿寶好好講聲再見都做唔到。到思明設靈嗰一日，呢個硬漢瘦到得返120磅，步履蹣跚，要人扶住。但係喺靈堂之上，佢哋一家人仲要受多重氣。有報道指出，細仔李永豪嘅太太 Agnes 去到靈堂門口嘅時候，被幾個工作人員攔住，唔俾佢入去拜祭奶奶，要在門外等候。呢一幕連網民睇到都心痛，紛紛留言支持 Agnes 賢淑，頂唔順佢受咁樣嘅委屈。等頂爺終於可以對着阿寶去講埋最後一句說話。阿寶是思明嘅昵稱，佢原名方寶儀，但係說過會一直看顧住你嘅頂爺，其實連思明葬喺邊度都唔知。到今時今日，想去骨灰龕場拜祭一下，多問一句都無從入手。一個說會看顧住你嘅人，連對方喺邊度都揾唔到。各位，呢一份諷刺，呢一份痛苦，你想想有幾咁入肉？3刀刺落去之後，記者問了頂爺一條最直接嘅問題：隱瞞、金錢可以揾得返，但是見唔到最愛嘅人最後一面呢一筆數，一世都補唔返。講到呢度，可能你已經嬲到拍台，覺得呢個大仔真係要面壁思過。但係各位，等一等，記唔記得我剛才一直都強調，呢啲全部是頂爺嘅說法？而家就是需要睇埋另一面嘅時候，因為呢場風波由頭到尾都唔係一個衰仔大公審咁簡單，連主流傳媒都用咗羅生門3個字去形容。事關大仔李永漢嗰邊，是另一個幾乎完全調轉嘅版本。佢全盤否認自己一直靠老豆養，話自己有正職，月入萬幾元，結婚都冇叫過老豆出錢。佢一句話否定，話自己從來冇攞過1分錢，不停話攞錢嗰個其實係李永豪。佢仲話報道講嗰張5萬元嘅新床同埋請外傭嘅錢，其實全部係佢自己俾，唔係老豆出。更甚嘅是，佢反過來控告細仔，指李永豪兩公婆才是爭家產嗰個，私吞了老豆340萬元，仲操控住老豆。佢仲放了自己手上嗰份錄音出嚟，話入面有段是頂爺親口投訴被人軟禁，連網上銀行都被人改埋密碼。佢甚至在思明嘅解穢酒外面喊晒口咁接受訪問，扮足孝子，話自己剛剛失去媽媽，唔想連老豆都失去埋，佢已經覺得好孤獨。佢仲爆料，話頂爺喺靈堂當着親戚面前親口承認過所有嘢都唔係佢自己講嘅，暗示背後有人想借老豆個嘴嚟整死佢。而被點名嘅細仔李永豪亦都企出嚟逐點反擊。佢承認對老豆嘅語氣有時是差咗少少，但話絕對沒有軟禁呢回事。佢嘅解釋是，老豆嗰筆200萬定期存款一直被大仔虎視眈眈，
加上大仔每個月花錢花得太過誇張，幾十萬咁攞，佢先至提議開一個聯名戶口，由太太幫手對數，唔再俾錢流去大仔嗰邊。佢仲拋出證據，話公司嘅同事常常見到鼎爺自己出入電視城，揾佢食飯，一齊去九龍城買餸。咁多人見到，點樣軟禁佢啊？佢接受傳媒訪問時仲表明，自己已經全面接管老豆嘅事務，保障佢可以安享晚年。佢覺得自己做得啱，一句總結佢嘅立場。其實佢老豆是被大仔嚇到唔敢出門。兩盒錄音，互相指控對方剪接，斷章取義，連邊個是好人，邊個是壞人，喺呢個局入面都變成一個解唔開嘅謎。連網民都睇到一頭霧水，唯有感嘆一句：老人家夾喺兩個仔中間，才是最慘嗰個。所以各位，我們呢啲外人，永遠只係睇到人哋選擇咗剪接好，想我們睇到嘅嗰一面。而且喺呢場風波入面，是有未成年嘅孫仔喺度，佢哋是最不應該被捲入嚟嘅一群。我們唯一可以肯定嘅，只剩下一樣嘢：呢個81歲嘅老人家喺人生最後嘅階段，正在經歷一場連邊個打邊個都分唔清嘅心碎。值得一提嘅是，自從細仔公開了完整錄音，反指大仔斷章取義之後，大仔李永漢就一直潛水，再沒有任何公開回應。整件事去到而家，呈現出一個很強烈嘅畫面對比：一邊是鼎爺公開說明已經斷絕了關係，甚至連對方將來有困難都唔會再幫嘅大仔；另一邊是細仔李永豪，喺思明走咗之後，鼎爺就在細仔同埋細新婦 Agnes 嘅貼身照顧之下，慢慢回復狀態。由設靈時瘦到要人扶，到而家已經重返10磅，胃口好咗，精神都好咗。佢仲同細仔以父子檔嘅形式喺影音平台嘅頻道一齊亮相，有說有笑講當年的故事。頻道仲火速衝破了10萬訂閱，連一班拍劇嘅拍檔都去飯堂幫手慶祝。不過呢個畫面亦都唔係完全沒有陰影。細仔主力拍嗰套處境劇傳出會停播嘅消息，即係話佢都即將面臨失業。所以呢個父子檔嘅發展，某程度上亦都是佢哋一齊行嘅下一條出路。而我們都要補返一句公道話，細仔嗰邊同樣是被大仔指控過嘅一方。所以我們唔好走去另一個極端，將一個仔捧成天使，將另一個仔踩成魔鬼。事實是呢一刻有一個仔願意陪喺老人家身邊，照顧到佢肯食肯瞓，笑得返出嚟。單憑呢一點，對一個81歲嘅人嚟講，已經是非常重要。至於賬目同埋是非，留返俾佢哋自己，甚至留俾法律去處理，輪不到我們一班食花生嘅人去判斷。鼎爺有一句座右銘，叫寧天下人負我，不可我負天下人。佢一世人真係做到足，只可惜到頭來負佢最深嘅嗰個，唔係天下人，係佢自己嘅親生骨肉。佢一世都唔會同人計算得咁盡，就是呢份不計較，令佢做人有情有義，行得正企得正，連大半個娛樂圈都敬重佢。但是同一份不計較，亦都令佢做人沒有界線。一個沒有界線嘅好人，對着啱嘅人是福氣，對着唔啱嘅人，就很容易變成最受傷嘅嗰個。記者問佢嚟到81歲經歷了呢一切，到底值唔值得？佢沒有喊冤，沒有怨天尤人，只是好平靜咁講，話呢個唔好講值唔值得，是命，注定是咁樣。佢話如果可以父慈子孝，兒孫滿堂，當然是最好。但是去到呢個位置，佢身邊仲有一個肯陪佢、肯照顧佢嘅乖仔。咁樣睇返轉頭，其實佢呢一生都唔算輸。如果大家鍾意呢類深度的娛樂故事，記得支持一下，因為我手上仲有很多香港名人嘅大龍鳳未拆解。我們下集再談，拜拜。